了一群爸爸，就怎么让嘎叽嘎叽嘎叽，人通过那目的家里家里，这个不叫自己去把自己空干不穿这件这把一件再去主动的，接下了老祖也了一群爸爸，这里些人可家庭就上瘾，马路没被门把谁上瘾，别到崩了也别要用，跟放松的男友，撒起光了特别求人，像苏醒的男友，撒起光了特别求人。我做了龙从一道不赢，我做了谁休息都不赢，我做了破的这大不赢，我做了这这大不赢，恰来西不说，用来恰不说，敌人拿了啥子让我做领导中说，接着就不要忙碌，梦退去奔波机，我做领导领导要领导中说，恰来西不说，用来恰不说，敌人拿了啥子让我做领导中说，蓝色的那个梦不，开始不可以不必，我做领导领导让领导中说。没别扎西熊，修了过看没别扎西熊，想了龙了就别扎西熊，三千多身板别扎西熊，三千几板没别扎西熊，三千几板没别扎西熊，扎西熊扎西熊扎西熊来碰上做不熊，扎来西不熊，用来恰不熊，敌人拿了啥子让我做领导中说，接着就不要忙碌，梦退去奔波机，我做领导领导。西不说，用来恰不说，敌人拿了啥子让我做领导中说，蓝色的那个梦不，扎西不可以不给，我做领导领导让领导中说，扎来西不说，用来恰不说，敌人拿了啥子让我做领导中说，接着就不要梦不，弄醉去奔波。我做领导领导领导中说，扎来西不说，用来恰不说，敌人拿了啥子让我做领导中说，蓝色的那个梦不，扎西不可以如给，我做领导领导领导中说。刚吃沙拉腾。梅都帮那些，给这人的就叫这不当不当，大大抗比年吃当，抗比年吃节扎哇，抗比年吃节晨晨是别，上班来一产生这年的，俺这乐走了这项别这不当吧，错吗？不抗上。各位现场亲爱的观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康巴卫视、康巴卫视网、康巴卫视微信公众号、香巴拉资讯客户端收看我们节目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康巴卫视2021花开高原跨年歌会，俺伦真把林凤营充满热情的嘞！热情的嘞！大家好，我是青青，俺王千兰梦莹充满顾康上，俺伦真把袁德英，都跟俺做瑞阳当娘多，你冬年后那个财务他妈的怕了些瓦当，老干还没个出来呢，心里落啥暖头说的，俺做这些个错话了。得了两把的，他妈个打娘用的马节金，俺说节目跟用就了，热股些。对，今晚啊，我们以音乐的名义相聚，共同度过2020的最后一个夜晚。让我们在歌声中辞旧迎新，畅享幸福生活。今晚我们以音乐的魅力相聚于此，共同迎接2021的第一缕朝阳。让我们在歌声中畅想未来生活，展望美好明天。这年度年续了呢，修用年将这群从现阶段，老爱人家将按这3把来出雄伟，扎起比落实的啦。家用公布层面，他只都在这个人面，多元内在我这个的电厂中这家可多比落实的。我从了3个中面特别论的呢，利用呢，俺人俺进抽一个这差感觉是人啦。
年纪大了，这位口别利用得到给，没懂没法的在山东参克偏执就这些年，没聪明个立身所为，得这大不行就有点。回望过去的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13·5”规划收官的喜悦之年，是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抗击新冠疫情，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创造了伟大抗疫精神的祥和之年。这一年，我们有太多的感动、感悟，也有太多的欢喜。音乐无时无刻不陪伴在你我的身边，传递着情感，承载着思绪，给我们力量，让生活更美好，让世界更温暖。人做不能吧？这里俺做罗巴罗马那级，天比洛阳日来，他见你们级，河南长不的，娘多的。这里俺做。江巴拉人样强个敲照些吧的，今年培节级龙学堂，俺是马个对着300个对了2多嘞。是的，今晚我们还将和众多的优秀的歌手在一起，给大家分享温暖，给大家送祝福。今晚我们还将共同见证香巴拉音乐计划的发布，共享文化成果，传递时代新生。100年风华茂，逐梦正青春。康巴卫视也将聚集全社会的力量，共同致力于传承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打造新人新作，促进藏族音乐产业发展。来吧，朋友们，今晚就让我们在歌声中敞开怀抱，祝福新年！来吧！
歌曲《祝福新年》。接下来有请班错带来《父母恩情》。一个人，
接下来有请雅克乐队带来歌曲《阿妈》。这的刚làm trả lời chăng thời siêu lang cười trên che ma lô sham chỉ ta mô ama che rang lô ja jo bi hi la sa chu na ta la sa ma ka ram con trên ni wa nga mun da je yo chờ đến tôi trôi đi gạt chân lơ la mây trên che ma lô sham chỉ ta mô ama che rang lô ja trung mi ye son đưa chua na che so ra ma ka ren ka trên ni wa ti che la si yo che so ra ma ka ren ka trên ni wa ti che la si yo làm trả lời chăng thời siêu lang cười trên che ma lô sham che ta mô ama che rang lô ja jo bi nhớ se chu na re va ma ka ram
có thể ni vương ngã ti mà mơ yo chờ trong suy trôi ni cả chờ la mơ trên cha ma lúc sáng chế tâm mà chế ra lúc ya bùng kỳ hiện tham trở chua này nhau tao đã mà có thể ni vương áo xám xin suy nhau tao đã mà có thể ni vương áo xám xin suy tham trở chua này nhau tao ra mà có thể ni vương áo xám kiên suy nhau tao ra mà có thể ni vương áo xám kiên suy 接下来有请彭硕达姐带来歌曲《心中的日光城》。金币定了，遗忘给你满了撒季，只读给你我的遗忘处变中写着，难给zan给。遗忘给你马拉萨，哦，金恰给不得了，连张我擦起阿拉山，你马拉山，哦，拉山。两处定了，几度给你忙了撒恰耶，隆隆给起车呢，宁些的北路洋人，难给长给。Zidu kini malasa O yakawi no bulinka dinjan sinyang chiu Alasan ni malasan O lasan Doa
나이 세바키 람비 니마라상 나이 메랑키 람비 내추라상 나이 루양님무 진싱케라시 나사接下来有请央金拉姆带来歌曲《意中人》。
接下来有请2020藏完我来了冠军开州江才带来歌曲《梅拉卓玛》。接下来有请洛桑尼玛带来歌曲《姑娘的靴子》。下家嘞，将来。
袖中你了女囚。他为了帮你的拉阿基下家来送，下家来将拉着把桑袖中你了女囚，下家来将拉着把桑袖中你了女囚。主播侬吧，那呢，康比年初空给中年协别，每度崩了些级别，你都年纪里实力老啥所谓论出的，草民们谈的嘴巴，俺是个。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康巴卫视2021花开高原跨年歌会。这大我们对前呢还讲究把这，大陆呢康比年初工作呢老正可为扎起比老些的。老几日，我在康比干察集中，别着老爸老妈，我家那个利用年初了，人给主播在线上等别把马车。老这个小马适当主家，我家那个人了，连风给你讲，人给主播做到娘的对当南巴个的如你也的。我在康比干察的那些呢，别着那个了干线月比主播聪明个，头目个成绩大不是长的啊。罗马人。歌舞传情，祝福吉祥，聆听天籁，悦动你心。正如翁切所讲，10年3650多个日夜，10年500多位藏族歌手，2万多首音乐作品。我们的节目其实已经是众多藏歌爱好者共同的家园，它像是一面鲜艳的旗帜，凝聚藏乐力量，给我们引领藏歌方向，奏响时代乐章。它更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美好，传递快乐，播撒希望。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在我们康巴欢乐会迎来第11个年头的时候，告诉各位，我们康巴欢乐会有主题歌了。这到的我们俺去打新几个妹妹吧，没几个他们就是预备打。康比干察的杨毅大当配乐班呢，前南边个土个家小东看着他们也把些的。第那在的扎西被你们的了，俺去将康比干察的绝对利用，也将切这些话的老傻逼个联系就知道，那就叫这不草马了不准备，草民土色这不容易，扎西没得可建议了。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歌手罗布桑珠。能看错，智王桑珠，这里他记，给我们带来康巴欢乐会主题曲《欢乐之歌》。
接下来有请闹松带来歌曲《雪山与江河》。接下来有请象丘公舞带来歌曲《阿妈拉》。
比得好，那么一比穷极穷那有嘞，穷极穷那有嘞，穷极穷那有嘞。穷极马松，大碗竹马真凶，穷极大碗竹，捡起三下真凶，捡起三下真凶，捡起三下真凶。接下来有请罗布桑珠为我们带来《怦然心动》。
有点几场梦轻松醒来与我们难为吗？看你不也是难为。哦喂呀，雨伞当落旁拉索不怎样没被 기기 당들 풍에서 나죠 풍에 둔당 빛니 기기치도 쇼 성기라모 긴가이 졸라 직센탄 집에 루시에리 기기치도지 말씀기라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歌手兰卡措为大家带来歌曲《帕玛》。 接下来有请词人拉吉带来歌曲《罗萨》。 양갈 느끼고 방
谁的那个说唱，么把这脸给空干的伤，别都替我做别没浪游，对上他随着弱弱来说。接下来有请德格叶、蒙萨、平措诺布带来歌曲《I Am On My Way》。家母是正那天哟，长路的路红给个样，眼中的气血沙龙给马克。罗龙家母是正那天哟，长路的路红给个样，眼中的气血沙龙给马克。呀啦啦，姐弟，你写的歌曲，你写的歌曲那年为不松江那，哎呦，呀啦啦，姐弟。你梦的艰难，你梦的艰难，看真比日花江南。哎呦，呀啦啦，姐弟，哦啦啦，姐弟，你现在的艰难，难为不松江南。哎呦，呀啦啦，姐弟，哦啦啦，姐弟，你梦的艰难，看真比日花江南。哎呦。叫你听哟，这两人莫去跟街嘴角，眼中的去先把茶给马公。老人家莫去叫你听哟，这两人莫去跟街嘴角，眼中的去先把茶给马公。那老那姐弟，你听我这里，你听我这里，注意比他们家讲那还有，那老那姐弟。你mau coba,你mau coba sari kaco jangan ayo. Na la na jadi, ni tengo.你听我这里中一比他们家讲那，哎呦，呀啦那姐弟，你妈我的错，你妈我的错啊，sorry 卡就讲那，哎呦，呀啦那姐弟，哦啦那姐弟，你心那的姐那难为不上讲那，哎呦，呀啦那姐
接下来有请智王桑珠带来歌曲《藏族姑娘》。接下来有请德基才人带来歌曲《朗格伯》。 Madam
吧，但那康比年吃空给，你懂年纪里没都崩那些节约，谁来落啥节约的做的，满天的嘴巴干是个。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康巴卫视2021花开高原跨年歌会。这种能吧，乱的大个的了，康比年吃空给，别里天冷偏几个天了，下晚上等人把起别些了这。这里上班了一个3代若用电信的呢，康比年吃空跟这用3班了电呢，加弄个别里个3怎么了入手下别当，过去个大当了送手些别个下些热当人把了电呢。他都别着电声配就学完了，也如演的着你半配就得这。是的，康巴卫视一直致力于藏族音乐产业的发展，全新推出的香巴拉原创音乐基地，以康巴卫视全媒体平台为依托，是国内首个服务藏族音乐创作、出版、分发、版权推广的一站式藏族音乐产业链生态基地。包括主题创作扶持、宣传推广扶持、音乐奖项扶持、版权保护、交易扶持等等一系列的举措，为藏族原创音乐的发展保驾护航。我们的香巴拉原创音乐基地，同时呢，也得到了业内众多专家的关心和厚爱。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就迎来了西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音乐家协会主席梅朗多吉老师。我们有请梅朗老师。给梅朗多吉了，该得评着了，呀，给了扎西得嘞。老萨扎西得嘞，梅朗老师。那评着了，我去路途都别把了给了，我是中美语。这中能把大，我去给梅朗多吉扎西呢，家看着人把东北个东上把不扎西的。但我是充满了恰吉粤比、湘西点比、阿玛东、康比、坡给数，但张群得到充满了我去给梅朗个东西的话给了。那些但那个大罗斯尔比个弄了，我去个大别个利用3种先开个罗琼所以那样恰几个项目弄是节目这，的那罗斯尔比弄给了的，可去个3种是天呢，可做了这话简单的去点给了。但罗斯巴那啦，你面对那啦，我做罗琼伊那，我做美丽的个，就这。是吧？洛阳年不天的装头为个，没让水军，也不装子也不装头为个，没让水军。那些给了土地钱，我最近的那罗萨比呢给了，可是电通用为啥是面都去定了？是的，谢谢梅朗老师的支持。今天啊，从今天开始，我们梅朗老师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我们香巴拉音乐的顾问。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川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柳耀辉上台，为梅朗多吉颁发香巴拉音乐顾问聘书，有请。谢谢两位领导留步，有请两位移步到我们的启动台前。接下来，我们将正式启动香巴拉原创音乐基地，同时，让我们有请启动嘉宾。四川广播电视台编务总监、康巴卫视总监孔斌，藏族男高音歌唱家村根，藏族音乐诗人完马三治，藏族歌手莫拉，藏族流行音乐制作人蛋蛋，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让我们一起倒数5秒钟，5、4、3、2、1。香巴拉藏族原创音乐基地。这中能把俺最近的呢，若用把公母些俺最上班里个啥的若用电就能修呢，下午真的些呢，忙把俺最别着电上，让给地那银上上，人给地那人上上，公母些不得别这些面都可电影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新年里，让我们一起祝福高原的明天更加美好，祝福人民的生活幸福安康，祝愿我们脚下的道路都能洒满阳光。让我们一起心手相牵，携手并肩，共同唱响高原上的我和你。
切让家母用多个竹蹦扎胸，我家嘎比卡尼，我扎罗罗扎胸，扎嘎比。马真凶，那多切让娘的藏着马不卡手你，用动个心干啦，娘着娘不去，爱你几把咖位，路大咖你，咋红个把了娘嘞？我深情地遥望着你，跟随你走马驰骋的身影，感受你的梦想和热情浓，那穿山越岭的歌声是我深深的情谊。我和你一起眺望天边的彩霞，一起走向绿色的原野。我和你一起度过难忘的岁月中，一起歌唱草原的传奇。草原的传奇哦，那穿山越岭的歌声，是我最深的祝福。我们一起眺望天边彩霞，一起走向原野，绿色原野。云啊秋意，养到日日，南他们多年，让错个养到菜了丁呢，写到个半把瓦些。公车擦烂灯，梅都帮了些，雪比娘妈公里下，俺为梅都擦你些。这里俺去年纪点别那个前呢，十里罗沙娘的事。今晚我们用激情和梦想浇灌新时代藏族音乐的百花园，期待明天好花常开，好景常在。今晚我们用藏族音乐奏响文化自信的最强音，祝福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康巴卫视2021花开高原跨年歌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是共同把康比年初空给昨年写比梅都崩了些写比年冬年节里十里罗萨四位庄总这些能力热心参加就因草马彩的内面。
快乐！